每當講到呢啲捕獲畫面，再龐大嘅生物都變得好普通。但當鏡頭捕捉到嗰一刻，原本冇可能發生嘅事都會變成事實。如果你以為自己見過所有釣魚捕獲嘅嘢，咁就快啲睇下呢片水域入邊跳出咗幾咁離奇嘅奇觀，簡直係釣魚友一世人都難得遇到一次嘅傳奇經歷。謝洛米本以為今次只係一次普通釣魚，點知情況好快就變得緊張刺激。魚絲一落水就傳嚟猛烈拉扯力，魚竿彎到變形，嗰股力量一直都唔肯放鬆。經過漫長搏鬥，佢終於睇清楚自己釣到嘅獵物。呢個龐然大物遠遠超出預期。當條魚被拉近嘅時候，佢驚人體型令到圍觀嘅人全部都平息靜氣，嘩然不已。今次呢個勁離奇嘅收穫，完美演繹咗釣魚運動嘅不可預測性。多虧攝影機記低咗呢一幕，呢個嚇到人嘅瞬間，先至可以俾全世界見證。呢個男人喺河入邊釣魚嘅時候，拉上咗一樣完全估唔到嘅嘢。一開始佢以為只係普通戰利品，但係隨住距離越嚟越近，嗰種蒼白顏色變得格外顯眼。原來係一條白化鐮魚，呢種係淡水流域入邊最罕見嘅白化魚種之一。呢個男人根本唔敢相信自己嘅好運氣，佢手入邊捉住嘅戰利品係大多數漁夫只係喺傳聞入邊聽過嘅白化品種01彩虹旗魚。站喺河邊嘅男人遇到咗估唔到嘅驚喜，當佢收絲嘅時候，一抹鮮豔顏色閃過眼前。佢釣上嚟嘅魚有住藍綠色身軀，上面布滿鮮橙色條紋，從來都冇見過嘅樣子。佢鮮豔色彩好似畫上去一樣，令人難以置信。呢條魚竟然係嚟自佢平日釣魚嘅同一條河。今次嘅收穫令佢平凡一日變得精彩絕倫，最繽紛多彩嘅魚兒。呢班男人喺河邊釣魚嘅時候，發現水底有嘢閃閃發光。當佢哋收絲嘅時候，嗰道光芒越嚟越清晰。原來嗰係一條金色鯽魚，喺野外環境入邊極之罕見。現場所有人都明白，佢哋釣到一樣真正好特別嘅嘢。捕獲到金色嘅魚，唔單止係好運氣，正正係呢種罕見時刻，將普通釣魚行程變成難忘收穫。04鯨魚出沒，呢班漁夫好似平時一樣出海捕魚，點知得到咗一世都難忘嘅戰利品。突然之間，一頭巨大鯨魚喺水入邊現身，佢跳出水面之後又重重跌落去，呢起嘅浪花令到船身微微搖晃。一陣之後，鯨魚又潛翻水底，只係留下陣陣漣漪。呢個畫面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令平凡捕魚行程變成咗好難得一見嘅體驗。近距離見到咁龐大生物，實在令人嘆為觀止。嗰一刻令佢哋好耐都忘記唔到。呢對夫婦出海進行簡單釣魚，本來都冇抱太大期望，但係經過漫長又路嘅拉腳戰，魚絲突然劇烈震動。當佢哋終於睇清楚嘅時候，眼前景象令佢哋嘩然不已。原來係一條體型巨大嘅拿破崙魚，全身閃耀住鮮豔斑紋。意識到呢種係瀕危物種之後，佢哋好溫柔咁將佢放返大海，心入邊充滿感激。多謝呢次一世都難忘嘅罕見相遇。2015年2月喺意大利波河三角洲釣魚嘅韋斯，本來只係好平常嘅一日，直到一次意外收穫改變咗所有嘢。當佢用水面魚餌嘅時候，突然一股強大拉力令佢同一條巨魚展開咗40分鐘搏鬥。經過漫長角力，最終釣起咗重達280磅嘅巨型綠須鐮，身長2.44米。呢個龐然大物令佢震撼不已。短暫欣賞完戰利品之後，佢好小心咁將條魚放返條河度，等佢繼續生存。呢場罕見又難忘相遇，係釣魚友一世都好難遇到嘅體驗。08沼澤怪物，呢個男人去山邊沼澤釣魚，點知釣到一樣所有人都估唔到嘅嘢。經過長時間搏鬥，佢拖出一條比人仲要大嘅巨型鯰魚。企喺條魚隔籬嘅佢，相比之下顯得特別細小。呢一刻，本來好安靜嘅釣魚行程，變成咗眾人眼中真實嘅沼澤怪物遭遇事件。一班漁夫收網嘅時候，經歷咗一世都難忘嘅震撼。魚絲突然繃到實實，經過漫長搏鬥之後，浮出水面嘅窿魚幾乎同漁船一樣龐大。巨魚體型令所有人瞬間講唔出說話。呢種就係好罕見嘅收穫，令你嘆服大自然嘅神奇。佢哋迅速量度咗尺寸，影咗幾張相。
目送呢條河入邊嘅巨獸游返深水區。呢個男人喺蒙大拿同北達科他州交界嘅密蘇里河釣魚，追尋住呢條河入邊最古老、最龐大嘅生物之一，就係慈吻坑。想釣到佢哋絕對唔係容易事。呢啲史前巨獸嘅體重同力量，令到每次收竿都充滿挑戰。佢話呢個係一世人最艱難但又最刺激嘅釣魚經歷。當終於拉近一條嘅時候，佢龐大體型令佢震撼不已。呢一刻完美演繹咗真正河釣嘅驚心動魄。通常喺瀉湖釣魚只可以釣到小魚，但係呢班朋友就釣到一個大搖火。探險途中佢哋發現水入邊潛伏住一條巨型魚，估計重達300磅左右，淨係靠赤手空拳，佢哋成功捕獲咗。佢好小心咁抬起，並且量到呢個令人嘩然嘅生物。班朋友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決定記低咗今次非凡捕獲之後，佢哋將條魚放返瀉湖，等佢自由游返自己天然家園。兩個男人喺河入邊釣魚嘅時候，竟然釣上咗難以置信嘅獵物，一條巨型巨骨鱔魚，佢體型甚至仲要大過漁船本身，嚇到兩個人一時之間講唔出說話。呢種被叫做亞馬遜河怪嘅大型魚類喺巴西唔單止係罕見戰利品，亦都係生態系統入面嘅關鍵物中。面對住咁大巨物，邊個都會神經緊張。喺一處舊軍事試驗場附近嘅池塘入邊，有人發現咗呢隻外形奇特嘅烏龜，佢即刻引起咗所有人注意。佢龜殼同特質同任何已知龜類都完全唔同，令到眾人困惑不已。好多人開始懷疑以前嘅軍事實驗係咪改變咗呢個地區嘅野生動物。科學家而家正對佢進行深入研究，試圖解開佢異常外貌嘅成因。目前呢隻變異龜仍然係呢個地區最神秘發現之一。有人話紅色巨齒鯊只係傳說，但呢段片或者會顛覆大家認知。漁夫們本來以為只係普通戰利品，突然魚竿受到巨大力量拉扯，竟然釣起一條長住醒目紅鼻嘅巨型鯊魚。佢奇特體型引發網絡熱議，幾乎冇辦法確定品種。影片瘋傳之後，好多觀眾都堅信呢個可能係巨齒鯊重現人間。一隻從來都冇人見過嘅紅色巨齒鯊，本來平凡釣魚日，竟然變成咗嚇到人寒毛直豎嘅奇遇。本來只係好平常嘅河畔一日，直到呢個男人感受到從來都冇試過嘅猛烈拉扯，佢魚竿幾乎彎成半圓，喺重壓之下發出吱呀聲，水面突然翻滾，一個巨大黑影浮出嚟。只可以見到佢黑洞洞闊嘴，魚竿斷裂嘅嗰一刻，恐懼佔據咗上風。佢鬆開咗隻手，佢呆站喺原地，難以置信。呢條平靜河入邊竟然棲息住超乎大家認知嘅生物。漁夫捕獲咗一條睇落好普通嘅魚，直到發現魚嘴入邊有異樣，仔細睇嘅時候，佢發現一條寄生蟲正依附喺魚舌上面，由內部吸食養分。呢個小漁火甚至想爬去佢手上，嚇到佢一大跳。好彩佢安全咁將佢除落嚟，將條魚放返水入面。呢樣收穫提醒住我哋，水面下面藏住幾多冇人知嘅生物。換轉係你會點做呢？呢班人好似平時一樣釣魚嘅時候，突然有巨物咬你，拉力勁到差啲牽翻隻小船經過，激烈搏鬥，佢哋終於將佢拉近。呢個係釣魚史上釣到嘅最大魚類之一，就係大白鯊。眼前赫然係一條重超過1800磅嘅巨型大白鯊。船上所有人都嚇呆咗，定定咁望住佢龐大身軀。本來平凡釣魚行程，而家瞬間變成咗千載難逢嘅海洋奇遇。喺河邊釣魚嘅時候，呢個男人意外遇到咗超乎想象嘅事物。一開始佢睇落好似浮喺水面嘅一條小魚，但當釣魚友用木棍輕輕撥動嘅時候，佢即刻僵住。呢個生物竟然長住類似人類嘅細小手臂，仲有縝縝長髮。呢一段詭異影片迅速引爆網絡，好多人都話呢個係人魚寶寶，仲未等人哋睇清楚，佢就滑入水入邊，消失得無影無蹤。頭喺牙買加平橋釣魚嘅時候，呢家人見到咗令佢哋瞠目結舌嘅一幕。當佢哋望住水面，一個奇怪頭顱突然浮出水面。呢個生物留住長髮，拍片嘅女仔們驚呼呢個係美人魚。佢哋把聲充滿驚訝，影片迅速傳播，引發大家對呢片神秘水域真相嘅好奇心。就喺呢座古橋下面，
台灣海軍水手拍低嘅一段影片引發熱議。畫面入邊一個類人形生物喺水入邊游動，姿態就好似海洋生物一樣。水手們堅信自己影到咗美人魚。呢一段影像喺網上瘋傳，引發廣泛討論。有人認為真有其事，亦都有人覺得只係波浪造成嘅視覺錯覺。但核心疑問仍然冇解開，佢哋拍到嘅究竟係咩？結語咁，今期嘅內容就到此為止。你對今期邊一個發現感到最驚訝呢？或者你仲知道佢類似嘅發現嗎？麻煩喺下面同我哋一齊分享，記得訂閱異常目擊，我哋下期再見。